Are there other? 我这么个，我们那里就这个发拉营养嘛，那看病少，有时候这么的事情出来的呗。像我们这里的人们那个虫草啊吃了，那个现在藏民地方的吃的多少？藏民的那个啥东西嘛，还粘黑了拿上来了呗啊。这么是这个发拉跳下来是这个，人家藏民的啥东西还拿来了，这么的财物下来了。你们病看起来这么就出来的嘛？还是出来的嘛？这么的就出来了。就出来了，你看起来。那就叫你去呗。这么的还是出来的啊。我肺炎跟着人家发拉是那不是肺炎跟着吃了呗。我们。这么人家那个东西哈，我们这原存的这么是。这个这。人家种这么的吃的呗。这个。种子的人民国吃的呗。不是。就发拉跳下来是。说这呗，人家咱们的嘛是会这锅烙就说起来呗啊。这个东西拿着来哈就是了呗。在那里头佛爷嘛是啥不高兴呗啊，人家的家属嘛是。在人家的这个财务哈还是还掉这么的呗啊。这么这个哈的起个这个东西哈。那个就是人家家里房子里边呢。这原那个。家里房子里边，我要没拿着，人家没拿着那个家里房子里边。原拿着来那个没送给你。没出来的。那个东西没有啊，东西家没有啊。本身人家那个地里那个么当时的地里当时些话哈这边，当时个在那个什么的三个这样子呗，这个那个东西是呗这。不是啊，你没听懂我说的是，病看起来呗啊。病看其实像我们那里是啥？我们发拉就上来了呗。假如说我呗啊，我锅烙起来或者就说你就吃了呗？没有啊，我锅烙就说干活起来呗啊。咱们的家的人家的这个碗嘛是啥好东西给家了呗。我悄悄的拿上来了呗。或者是咱们原人的还给了呗。我拿上去这么的。没有。我拿上来了呗。没有。不是啊，你没听懂呗？这么是家里来了呗？再现在家里病到了呗？再发拉哈就了呗？再发拉跳下来是说这呗？在你咱们家里吃的啥东西拿来了？你知道？拿来了这么的？这么是在那个安排的。那么的有那个人家出来给的呗？出来给了你看的吃的？那个打过的呗？打过去嘛？打过的呗？你别看吃这么的。我打过的呗？人家这家里这东西给出来了。你一个那个人家发拉给打过了呗？你这在随时干的。这个阿里兄弟的。你布呀、红布呀，啥么子关的，一关键是后头讲个路呗呢，你还没有呗呢，你家里不方便呢。家里不方便。嘞。他在家里人家那病的跟不来，他在家里不对劲，你那本身呢出来就说你玩嘛这啥嘛一块这都一个打这里打过就呗，不是在后头讲个就呗，讲过就呗。再一个这么的没有嘛？你看。一个咱们的东西，再一个那个寺上的庙上的东西拿上去了，我们也是他们的，人家这东西一块不是你们没拿着这个病人的家里拿上来。家里这个没放的。这不放个呗。没放的。这种来的。那个东西叫嘛？茄子骨呀。茄子骨呀。地嘛地上那这下给那地那样子呢那地嘛地上那这都老话给上头那这打上没些弄子，这样嘛。这种那些是除非是给他们那的，这这个在当锅给在当电器去吧。这个交代。我可能人家没是配的。你这20万起了。20万起了。20万呢？不知道。他我们说了你不对，他那个反正是好。我那什么啊？就我记得花，你们这花不知道。